运动部伫9月初9成立头一场大型的会议，今仔举行，邀请北区175间高中举办2日1暝高中体育组长会议，要透过会议来了解高中体育相关的事务甲需求。 北区175间学校的体育组长伫9月学期拄开始，全部坐做伙来参加运动部举办的2天1暝高中体育组长会议。这也是运动部成立以来头一场的大场会议，希望透过交流来了解高中体育的需求。非常清楚的了解到我们运动选手的一个需求，也包含学校我们各位组长在学校推动我们各校的 体育运动的一个相关的业务，包含体育课、体育班等等的一个相关的事务也都很忙，但是这个却是非常重要的一块。运动部也表示，部长李勇是退役的运动员，了解基层的重要和辛苦，所以也真重视基层的声音。也那李勇就任了后，又对外表示，伊头一个目标就是想要积极推动全民运动，鼓励个人逐天运动半点钟。伊也真正对家己做起。 跑完3000了吗？5000。啊，5000。当然，30分钟。OK。 李勇伫拜三签完第一份公文，就是运动部走30分钟，由家己做起，展现推动全民运动的决心，招大家做伙来运动。也那针对高中体育会议，运动部也表示，未来会定期每2档就举办一届，和体育组长互相交流，表达想法。运动部也希望透过这个平台，传达落实校园运动的政策和理念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